第一個係城巴，第二個係 F Train， 第三個係城巴機場快線，第四個係 F Train， 第五個係 LWB 巴士，最後係 K Train。問題比賽開始，東涌線幾時通車？1998年。F Train 正確。邊列車先有願景？C Train。你錯咗，係 Q Train。城巴正確。幾時開辦？1999年。你錯咗，係2002年。城巴正確。荃灣線幾多個站？12。你錯咗，係16。LWB 巴士正確。邊個贏咗？東涌巴士。